李石宏、魏志豪、麥卓華、物玩潮人。今日喺寫字樓做下嘢，突然之間有個快遞哥哥送貨喎。我心諗，我好似冇訂嘢喎，點解會有人送貨呢？再問下，原來係2支多功能影印機用嘅碳粉。我先至諗起呢排因為要準備好多活動，印咗好多嘢，都係時候要換碳粉啦。但係點解影印機公司又會知道我要買碳粉嘅呢？收咗2支碳粉換埋，再問下同事係咪有人訂咗啦。原來公司之前換咗嗰部係新嘅多功能影印機，唔單止可以做到 AirPrint 之類嘅無線技術，仲已經接駁咗互聯網。當出現唔夠碳粉嘅情況，就會自己落單訂碳粉，仲會根據你嘅用量平均去估計你幾時再要訂喎。哇！乜成日講嘅 Internet of Things 原來唔係遠在天邊，而係而家近在眼前啦。坐低再諗諗，其實都唔係啲乜嘢新技術啫，只不過將好多之前嘅技術花啲心思合埋佢。之前唔夠碳粉，部機自己就會有警示，着紅燈，之後就要人手打俾供應商訂碳粉，2日之後供應商就會送貨。而家自動化咗中間嘅程序，成件事就嚟得更有效率啦。影印機同打印機呢啲同電腦咁有關係嘅用品，要駁互聯網就梗係唔出奇啦。我就忽然奇想啦，譬如寫字樓啲蒸餾水，唔係訂得太多就係冇水飲。如果水機都駁埋互聯網，再計埋你嘅飲水習慣同埋實際嘅水量，就可以好準確咁定時送水，我咪唔會冇水飲咯。可惜再睇下，香港暫時好似又未有公司提供呢個服務喎。再諗遠啲啊，光管、燈膽、洗手梘液、紙巾呢啲嘢，到時會唔會有接駁埋互聯網做埋 IoT 呢？雖然我係物玩潮人，不過連我自己都覺得有啲誇張，所以都係笑咗一笑，就繼續做自己嘅嘢啦。無可否認，呢個世界已經同互聯網不可分割，就算係生活嘅微細部分，都可以透過互聯網去改善流程同埋生活嘅質素。頭先嘅例子，另一間寫字樓可以確保唔會冇碳粉用、冇水飲。再宏觀啲睇啊，好似我哋之前節目都有介紹過，透過接合互聯網嘅公共交通工具，好似巴士咁，我哋唔止可以知道巴士幾時會嚟，巴士公司亦可以因應唔同嘅情況去調配唔同數量嘅巴士去應付突發嘅情況。喺香港某啲大型嘅快速公路都有安裝咗連接互聯網嘅感應器，透過數據分析出唔同嘅隧道需要唔同嘅行車時間，減低遇到塞車嘅機會。哇！原來我哋都同智能城市好接近喎。不過睇下點睇啦。其實香港喺呢方面嘅發展又唔係全部喺起步階段，但係樣樣都好似未盡完善咁。好似巴士系統到目前都係巴士公司自發去做，交通管制亦又唔係全面智能喎。咁差咗啲乜嘢呢？可能就係差咗時間咯。或者喺不久嘅將來，我再講同一個話題嘅時候， IoT 同智能城市已經喺香港發展成熟啦。到時身邊嘅隨身用品，甚至一草一木都可能已經連接互聯網，一個都不能少啊！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因必須報，這夜讓我數，以便來日報。才明白誰不管早晚有幸若同路，都改變彼此氣數。年月裏有人扶我，有人攔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當時如果通行無阻，怎去鑄造今天的我？一起擋雨各自渡河，老人熟人同樣有因，少一位也不可。沿途
途有人來吻，有人來鎖，都影響我繼續做愛。一場人生可能如此多，未寫好的結局，留待你將彩蛋分散着給我。亦算不遺餘力來強大我吧，沒有他，像你這種天使會輔助我嗎？每個壞人亦做過好人吧，如若計分請相加，原來有人扶我，有人攔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當時如果通行無阻，怎去鑄造今天的我？一起擋雨，各自渡河，路人熟人同樣有因，少一位也不可。沿途有人來吻，有人來鎖，都影響我繼續做愛。一場人生因人如此多，天跟蓋地撩撥我，萬千的星與墮，如若要答謝誰，上半生早滿咗新故事，留待你將彩蛋分散着給我。你贈我美好的意外，明日讓我繼續傳開，給有如相交。